交通發展大論壇？你搞乜嘢啊？哇！尋日學生會搞咗個長遠交通發展論壇啊！喂，齊人呢喂！有呢個交通諮詢委員會嘅李展華啦，有呢個物業處處長阿朱仲強啊，仲有呢個財務處處長同呢個學生會會長添啊！哇！呢啲人幾耐都唔見佢一次啊！反對校巴加價，反對校巴加價，我要返免費嘅校巴啊！但係大家望一望台下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冇人啊！前嗰排呢，第一個就係我哋嘅副校長阿鄭燕祥教授啊，大家都識佢噶啦。咦，隔籬嗰個哥哥仔咪係學生會啲老鬼啊，李榮林同學。後排嗰個妹妹仔啊，都係啲學生會莊員嚟嘅啫，嚟遞咪噶。搞咁大個論壇，學生呢就得個3個。到底係學生會嘅透明度太高，高到睇都睇唔到啊？定係啲同學忙得滯唔得閒嚟啊？唉。怪唔得自己人都喺度講 Forever I at 呢。